創世記76章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子，撒萊要解釋名叫哈甲，係埃及人。天呢隻撒萊對亞伯蘭說：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妻子同房，或者我可以認他的子。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。第3節，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生埃及人哈甲給了娼婦為妾。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10年。亞伯蘭與哈甲同房，哈甲就懷了孕。他見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祖母。撒萊對亞伯蘭說：我因你所求，我將我的心放在你懷中。他見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因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。第6節，亞伯蘭對撒萊說：現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睇他。撒萊哭睇他，他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。第7節，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蘇尼路上的水泉旁遇見他。第8節，對他說：撒萊的孫哈甲，你從哪裡來，又往哪裡去？哈甲說：我從我的祖母撒萊面前逃出來。第9節，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：你回到你祖母那裡，伏在他手下。第10節，要說我必是你的後裔，極其繁多，甚至不過算數。12節，並說你如今懷孕，有生一個兒子，可以給他起名叫以斯瑪ኤล，因為耶和華聽了你的苦情。12節，他每年必上雅魯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。13節，哈甲就聽那對他說話的耶和華看顧人的上帝，因他說：在這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馬。14節，所以這將名叫比俄撒雷撒哈雷，這將是格地士和巴列中間。第5節，後來哈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，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斯瑪ኤล。第6節，哈甲給亞伯蘭生了以斯瑪ኤล的時候，亞伯蘭年86歲。